礼拜时间几个到啊？请按进咱的新笔班。独独恁所要入去承接的地，就是有山有山谷，来承受天的雨水的地，是摇花你上帝所眷顾的地。对年头到年尾，摇花你上帝的目睭常常看伊。这是学乐，咱请敬拜团带咱来学乐。感谢神，又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殿中，来赞美他，来敬拜他。耶稣的名是超乎万名的，也因着耶稣的名，我们得以得赦。我们可以再一次用这首诗歌来敬拜和赞颂我们神的名。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站立。耶稣的名超乎万名，道成肉身，你谦卑自己，天上地下凡有气息，因耶稣生命屈膝。耶稣的名，耶稣的名超乎万名，道成肉身，你谦卑自己，天上地下凡有气息，因耶稣生命屈膝，因耶稣的名蒙恩典站立，喜乐又代替悲哀，赞美已代替忧伤，因耶稣宝血释放我自由，靠着耶稣的身体名。再从头来一次。耶稣的名，珍贵的名，满有权柄、荣耀和
成肉身，你谦卑自己，天上地下，凡有气息，因耶稣生命屈膝。感谢神，他是为我们舍命，耶稣的宝血释放我们的自由，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得胜的名。我们也要来回应神的爱，用行动和顺服的心。虽然有的时候事情的由来我们并不明白，但求神再次的帮助我们，相信并靠神，甘愿谦卑顺服。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意念，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应许，依靠你的恩典，我甘愿谦卑顺服。让我们持续站立。这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当，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
即是咱来念刻印文36篇，我来刻，恁来印。心内诵香的人有福气，忧闷的人有福气，温柔的人有福气，咬喙焦心木义的人有福气，怜悯人的人有福气，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为着义目睭恭逼的人有福气，为着我人互辱骂恁、恐逼恁、诽谤恁万学的恶，就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里的报赏是大。好，这是请咱额头咱来祈祷。慈悲的上帝，阮感谢你，照着耶稣基督的赎罪挽回祭，互阮得救、得医治、甲更新，也通过伫你的圣殿学乐里，感谢你。恳求你，互阮有换心正直的灵。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成做新创造的人，有主丰盛的活命，搁互阮较慕义，甲天理的美娘，孝顺属天的事，大家照主的命令，彼此相挺，过着伫地里亲像伫天里的生活。阮中间有拄着病痛、心灵忧伤的，求你存你大权能的圣手，医治安慰，因为阮伫世间有苦难。总是主已经赢过世间，恳求圣神踮伫阮中间，互阮明白圣经话命的真理，也通过蔡长老诚做你的出口，显明主奥妙的话。感谢你的看顾保守，互阮的礼拜诚做芳芳的祭，献到你的面前。阮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时，咱请圣歌队来学乐，靠你的名，阮就要得胜利。
这时，咱来读上帝的话。上帝话记载伫罗马书16章17节至20节。我来读。兄弟啊，我劝恁着享受这的分党，他爱的就是背恁所学习的教士的，搁着闪避伊，因为即号人无服侍咱的主基督，是服侍家己的腹肚，用伊的技巧谄媚的话迷惑正直的人的心，因为恁的顺服已经变传伫正人。所以我为着恁欢喜，独独论到好事，我爱恁有财物；论到歹事，就爱恁清白。赏赐平安的上帝要紧紧打碎撒旦伫恁的骹下，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甲恁伫地。今日正道，咱请蔡长老，伊要为咱。为咱讲的讲题是上善若水，学习基督。在平安，你看，搁一遍好不好？用心好不好？用心好不好？这礼拜一遍尔，你在平安，真欢喜吼！今日咱有去美国留学。佮去锻炼倒转来摇长老，干嘛就好？安尼佮看足够咧照顾曾先生，可惜庆长老，今日可以当出口，来做礼拜，感谢主。我毋是无欢迎恁哈，我嘛足欢迎恁，我嘛足谢念，拢伫后壁做礼拜迄只狗仔，我特别甲请安，伊拢无要插我，伊拢甲我握手尔。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教会，这个教会里面。让我们觉得每一个人在这里，你看都带着笑容嘛。洪主在，你有带着笑容吗？虽然讲你有一点口罩多嘞，也是带着笑容。每个来这里，我们真的是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学习。这是大家都很熟嘛。以前我在气管系的时候的标题都会写一个上善若水，这是老子的《道德经》。那么。我为什么这样写呢？为什么用定这个题目？因为我们很多纯正的长老，不要说长，我们纯正的神学院的教授都很气，说我们为什么引用孔子、老子的学说、孟子的学说？我们应该引用的是圣经。一半对，我们当然应该引用圣经啊。那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家美丽的词汇，很多名人的哲言，我们说不能引用呢？融入到圣经里面。上善若水，我非常喜欢这句话。跟圣经有没有冲突？一点都没有冲突。上善若水什么？学习我们基督。那么我们看什么？那个最近这句话一直在我的心里一直在萦绕。那个，我首先要跟我们后长老啦、玉文说一声对不起。其实我每一次的讲道都很早以前就会拿出来。在1个月之前，大概那个模型要讲到的稿，大部分都完成了，然后之后再一直修，一直修，一直修。那在这个礼拜的时候，礼拜1我大部分就会给他们。那之后就觉得奇怪，是一直感动，讲要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好了，到礼拜3再修改一次，再给他们。可是又来了，所以到昨天，他快傍晚的时候。我又传一次给他们，又修改，然后跟他们讲抱歉，这是最后一次。那今天欧长跟我讲，没关系，你到早上来改都还来得及。因为神跟我们的充满，讲到是将神的话语怎么让各位听得进去，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里面能够动工，让我们里面圣灵能够活起来，当挖起来。让每次的礼拜来充满着欢乐，充满着神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是带着满满丰盛的恩典走出这个教会，走出这个礼拜堂，然后将你的爱散播出来。当初我们教会买完，然后我们有钱，差不多有1000万，我们准备整修了。那时候我就跟吉安长老讲说，我的任务大概也是结束了嘛，因为我通常都是没有牧师的时候，然后等会有增长了以后，那就请他们去请牧师，我就离开了。所以我跑了好几间的教会，
当时跟我讲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啊，说现在教会要买教会7500万啊，我们还要再整修啊，等完了之后啊，你就可以离开啊。我说对啊，好，所以都完了，所以我离开，所以我去年就跟各位讲说，你们要赶快去聘牧哈，我准备要离开了啊。今年上半年度，我们就说1个礼拜、1个月来一次啊，其他你们赶快去聘牧。可最近我心不平不，所以就是心里不平安的不平。我的心里一直觉得说，这么美的一间教会，每一个人都像天使，你们自己看一下，隔壁的看一下，像不像天使？看一下。那这么像天使，怎么那被如笑得那么大声？你不像天使吗？像不像？像啊！这么每一个人都是像天使的教会，来这边做礼拜是多福气的一件事情，来这边继续再是多福气的事情。然后小薇说：“你们是不是再回来讲道？”我说：“好，我再回来，但是你们还是要聘牧。”可是我慢慢觉得。你要聘请的牧师，一定是有负担，对这个教会，想把这个教会带向更像主耶稣啊。保罗先生怎么讲？我活着是基督，死就有益处。当代的译本怎么翻译？我活着是为基督，死就有得到他的好处，得到他的益处，得到他的收获。那现在中译本也一样，我活着是为基督，其实没有冲突啊。我们是为着基督，因为活着是基督，原文是活着基督没有错哈，活着是基督，死就有益处。其实那是有一个，如果看那个希伯来文哈，那本来是就是有一个谐音哈，就两个是对称的。但相对的，我们现在中译本是很怕人家误会说，好像保罗很骄傲，我就是基督。我们不可能是基督，但是我们要学习基督，我们活着为基督，我们要看他的样式。我们在讲一句话的时候，要想一想，基督会这样讲吗？今天姚长老来的时候，姚丁了来，哦，阿秋，阮阿妈阿秋哦，伊阿妈，伊是这阿妈，阿秋都随去讲话啊，多，他每一个新来都阿秋拢会随去讲话，那就感觉到事实上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把每一个人来到这里当作家人。那假定论，我不是标榜个人的，就随便举个例子了。假定论你吼，拍谁啊？你有底下我想讲你无底咧，我那个假定论你吼，看到姚弟兄啊、陈先生啊、倪崇杰人家新来，他就像他的亲人啊，好高兴的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连接，看他们有什么需要。觉得很美的事情，我们常第一件事就问他说：“啊，蔡文这样弄啦，还讲可以等的给。”我去看他的时候，血糖是200多。那护士讲说住胰岛素的话，应该会慢慢稳定。就今天去问他说：“哇，还是有时候会高，有时候会低，200还是很高啦。可是有时候到400。当时那个许长老去看的是500，好可怕的感觉哦。但相对的，我们还是迫切为他祷告。活的是基督啊！死了就有益处，所以保罗先生说：“我在两难之间呐，好为难哦。死了跟基督同住，好得无比呀！”我突然见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想：真的好得无比吗？我实在是很怕说，我如果死的话，桂香怎么办呢？我们有牵挂呢。我们像保罗这么没有牵挂。保罗说：“我死了最好啊，因为他到3重天去，我死了我或者是为基督啊，我跟基督同定十架。我如果死了，就跟基督同住，好得无比耶！他是从他的心呢，对耶心呢，是有利益的，是就欢喜的呢。可是他还是有任务，为了我们，让我们基督得荣耀，让我们得到欢乐。那所以我一直跪下去手术那个白内障，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这样偷起来看他一下。其实白内障他们讲是很小的手术啦，高比弟人讲我要当讲的手术还有什么小手术？可是你又就觉得，其实说真的，我这个太太越老，我觉得越宝贵呢哈。我真的很怕她怎么样，然后她跟我每次早上起来都讲哦不错啦，我今天恢复的还不错。第二个。万一我先走了，他怎么办？万一他先走了，
那我比高大老人。所以有时候保罗先生为什么他不结婚？有时候想一想也有他的道理。每个人有家庭一定有牵绊，可是牵绊是什么？是甜蜜的牵绊，是甜美的牵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面也要像基督我们不用每一个人听完讲道，听牧师在讲道讲说，我只会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小基督一样。我们每一个，我已经跟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学基督的样式。你讲一句话的时候，就要想说基督会不会这样讲？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想说基督会不会这样想？所以一个姊妹就去跟牧师忏悔，说跟牧师讲说：“牧师，我觉得实在很难过。”因为我每次骂完我的女儿，我就觉得很难过。不是说我当理解了，我可以理解了。听人讲你是虎妈，你是恶妈妈，所以每次骂女儿就很难过。啊，你骂完你，我看你也经常骂你先生呢。我骂完我先生，我也很难过。为什么很难过？我都觉得骂得不到位，骂得不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还是用双重标准在看任何的事情。我们能不能活得像基督？每一个人做天使，你觉得你跟天使讲话，你会这样出言出语？你会这样鄙视他？你会这样论断他？你会批判他吗？你看到天使，你讲话也比较温柔啊，对不对？佩主姐，你有较好不？哎呦，你头毛这水眼呢，有什么好虚伪？我讲话让你觉得快乐。你来这里的时候，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我们来打造我们中间教会成为地上的天国。阿们。我们要打造中间成为地上天国，所以我开始心里比较没有负担，说没关系，我们就继续下去。你们一边找牧师，找有使命感的牧师，那一边我们来，甚至还找不到牧师的时候，你们长老，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们，我们也可以上讲台啊。等你对主有领受的时候，你把主的话语讲出来，那是主要你做的事情当时在耶路撒冷传道的最伟大的是谁？是彼得跟约翰这两个目不识丁的人是渔夫讲较歹听的无学问的人所以他当初的时候，法利赛人听因那两个讲道训，个讲在，哎呦，这是没学问的小民无学问的不是去瑞典拿博士的我们还有2个人去瑞典拿博士你们2个应该来上讲台我1973年。民国62年，我就站到讲台，告诉你，那边讲到我准备半年，然后上去一边讲我有参加国小就参加演讲比赛的人，那天讲到是对小孩子讲到呢，可是后面站着老师讲到会发抖所以我在想说好久，几年前40几年前的。就站到讲台上面，每次讲到都是一大挑战我甚至把很多工作都推掉。但是陈他叫我去上课，一天给我一次上课就给我2万块钱，那我也把它推掉，因为我觉得讲道比较重要啊。那准备我觉得最快的是礼拜4、礼拜3，记者不断打电话问我的秘书，我没有记者电话。你们委员、内电委院长副院长到底是谁？他们都是认为蔡崇义是院长，副院长是谁不知道，所以一直问。我秘书跟他讲，我们连报名都没有了，他都不要，他真的是不要。讲有用吗？没有人理你等到10点揭晓，委员里面我都没有，整个才尘埃落定，心理上很舒坦。就是说真的，我们里面真的报名要续真的不多了，因为大家觉得监察委员到最后觉得没有尊严感，而且真的提名也不见得会过，所以大家这个心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别的地方就别的地方，对我来讲，我是跟他们讲，我是希望我多花点时间在圣经上面跟教会的牧养上面。为什么？没有学问的小民。因为跟随过耶稣基督可以放胆讲道，你知道耶路撒冷教会有多少人吗？8000人可是另外一个角度，耶路撒冷8000人因为受到迫害以后，他们叫四散。神好像虐待他们，这么信主，为什么遭受到迫害呢？还好他们四散到全世界各地，所以从
从120个人的祷告到8000人的教会，到现在20-30亿耶！不要小看呢，这个芥菜种已经20-30亿耶，那还没有成为参天大树，还没有呢，还只是在长的阶段呢。因为主耶稣基督末日的时候，怕有一人沉沦，所以末世还没有到。他整参天大树的时候，大家末日就到，所以教会要打造成什么？成我们地上的天国。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是谁？这是那个司布真布道王子。你知道他几岁传道吗？16岁。我们看到穆迪很有名嘛，哈，他们都设了穆迪的圣经学院非常有名，司布真也设立了很多学院。司布真的教会是，他讲到一场讲到是6000个人在听哎。穆迪的学院也很有，穆迪很有名呢。穆迪什么毕业你知道吗？高中毕业。我们看到一个人马雅各，马雅各你们都熟嘛？南部其实南部以前的教会比北部更发达呢。南部的教会，那个太平间教会跟民族路教会2个人在争说马雅各是谁先设立的，马雅各很有名哦。马雅各也没有那个神学院，所以相对的，我们说我们老彼得跟我们讲，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呐、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每一个人是尊君的祭司啊。他说：“那我每个都祭司呢？今天下个礼拜轮到我讲道。你们是尊君，但相对的重要是什么？你要传讲神的美德，哎，那神的美德是要神要让你奇妙从光明，就是神的美德，你是奉召的，你要讲到你要生的那一天。我去侯建明长老的家，他搬新家了哈，那神也蛮照顾他。然后之后看他桌上有一本圣经，那个圣经，我太太讲。”圣经很烂去啊！那个圣经，红的、白的、黑的，反正是一本圣经烂掉。他说：“那只有一本。”听说我们教会其中有某一个人早上都是念圣经，那个圣经大概烂掉了好几本哦。那个人今天戴着口罩坐在中间，那个人，我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我太太经常笑我，我经常去买圣经，因为圣经都烂掉了。又去买一本新的，又开始画，因为画会比较记得住，又烂掉了。那所以我就问我儿子说：“哎，你有把我没有那些比较烂掉的圣经留下来？等我搬新家，我要把那些圣经掰起来看白笔本。”我儿子说：“爸爸，不要炫耀了，那有什么好炫耀？圣经又不是学问。”哎，我懂了，圣经不是学问呢。谁说圣经是学问？圣经是生命。圣经的每一句话是你的生命，所以这些人没有念过神学，可是他的生命里面跟主在一起，他们借着神的话语，他们念一遍又一遍，一遍都一遍。那个侯长老说念关难的生意失败的时候，念了67遍。那个寇世金，哎，那个寇世金牧师有没有？现在在美国接受手术那天，洪主姐说啊，伊搞讲伊读47拜，应该不止啦，到现在应该不止了吧？他们说一再念圣经，一再念圣经，他不是把它当学问，他一再念到神的话语进入他的心，圣灵感动他。这个圣灵讲的是什么？我们重要的记录在我们的心内。所以那个于洪杰牧师，我们批判的最厉害的，我们某神学院的教授批判最厉害那个于洪杰牧师，我很喜欢听他讲道啊。结果我去问侯学美，就说他也很喜欢听他讲道啊，我觉得很好玩哈。他就讲一次 ，Let God be God, Christ in, or Christ in 进入我们全部人的心，进入在我们全部人的心内。圣灵是住在我们的心内，只是有时候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就把它晾在一边，不理它啦。有没有？我们有时候圣灵在感动的时候，我们也不理他。圣灵今天感动说：“哎，一个新来的，这个我不太认识，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好不好？”哎呀，不好意思啦，圣灵感动你，去跟他打招呼，去跟他打招呼。可是你就没有啊，有消灭圣灵的感动啊。所以我们说灵魂体，但是有时间我们再慢慢来谈，因为我觉得现在我已经不急了啊。就点两公，有时候你都塞太多东西，我现在不急了，已经一段一段慢慢来。我已经不急了，我要慢慢塞。但相对的，我要你们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不同的遭遇。你看到
这是吴勇长老啊。知道吴勇长老的人，年纪已经超过60岁了吧？吴勇长老，他的讲道非常有 power。他设立的是南京东路礼拜堂啊，那个人多，非常的多。他还设立一间到现在我觉得最钦佩的神学院。我不是说别的神学院不好啊，我很钦佩神学院，中华神学院、华神。我们 Sky 现在去念华神，谁帮他写推荐信？那个人叫蔡崇义。是我以前在台南的时候，很多他们去封墓，因为他们有的是封墓都会找一些教会的长辈去跟他封墓。我也是去帮人家封墓，那我也考虑了老半天，为什么要找我去封墓？封墓很多都是很有名的牧师啊，为什么要找我封墓？因为在外教派里面，他认为你就传道，你就是可以封墓。可在长老会里面打死都不行，连讲道搞不好都有人会讲话。那相对的，我们吴勇长老里面从来没有念过神学院，但是他圣经是手握的钥匙，甚至创立华神。我们看到淡江教会有没有很美丽的淡江教会？庄玉明牧师，庄玉明牧师是有教会以后，他觉得他应该重视自己，他去念哪里？念华神啊。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很多有名的牧师，他最后去进修的，他会选华神，因为他如果选我们南神还是台湾神学院的话。我因为华神比较激动，现在也去华神做函授的，我也去华神里面去听去函授。我们很多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里面，虽然是念北神，但是他们同时也是念华神，因为他认为在华神里面会得到生命，念北神里面会得到法利赛式的教育，因为很懂圣经。不见得很懂了，就是最起码一定要照这些来。我们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我们看到这是赵世光，赵世光是谁？在中国创立灵粮堂，然后来台北也设立灵粮堂，灵粮堂很有名嘛，对不对？灵粮堂啊，你看赵世光里面他著名布道家，他是什么毕业的？看到没有？高中毕业。圣经里面圣灵充满，他一直看上你。别说圣灵充满以后就开始出来讲道，你还要结合圣经。圣经到底告诉你什么？我们说看到你的这个周神志牧师有没有名？有名嘛？哦，你让他周神志牧师，你知道他那两个神学院吗？他是在家学，他就追随赵世光牧师啊，那就创立灵粮堂啊。然后他里面我们还有看到一个人，我们是称为祥哥的。建齐教会在台中建筑师出身的，他已经蒙主恩召了。修哥很有名嘛，建齐教会非常大，扩展得很快。你知道他哪个神学院毕业没有？没有，他是东海建筑系毕业的。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杨习如福气教会现在号称台湾最大的教会了，福气教会拓展得非常的快。福气教会的人哦，他礼拜是几堂。一堂又一堂，一堂又一堂。他本来觉得几个人就好，现在一堂又一堂，一堂又一堂。夫妻教会满满的。以前在斗六教会，我大哥在斗六教会牧会，他的会友里面有200-300个啊，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已经在长老会里面200-300个人的教会是非常大的教会。结果夫妻教会一个乡下，一个老板里面那个平常牧会的礼拜天，他就把他的工厂当作聚会所。结果人越来越多，他就干脆把工厂收掉，他把那工厂搬到旁边，那边就成立福气教会。那个老板就是被封牧为福气教会的牧师。你知道那福气教会多少人？我这个以后看到他都不敢讲话。那个教会刚开始成立就已经有300个人，所以那里面的人会又出来分为土库教会，又分为福委教会。那些人每次他们要礼拜堂要开车之前，都一定叫我下去讲话。不要叫我了，你给我很大的帮忙。灵粮堂来台南的时候，也是我们去帮他的。所以相对的，我们又看到一个人，现在在美国，有没有？我都红十字干嘛就，基本上在荣总啊。有时候就觉得很难过，他真的很爱主，做的也非常好。你知道他哪个神学院毕业吗？他也是在家学，他的爸爸就是那么寇士远吧，寇士远。他们家人都非常爱主，他对圣经非常了解。他了解他，因为他讲一段，他圣经不是学问，圣经是你的生命，把你的生命融入在你的心中。我们所看到的唐崇荣牧师有名不有名？唐崇布道堂牧师有名吗？
他的牧师是神学博士，那是名誉神学博士，因为他也没有念过神学院。可是他设立的神学院是纯福音派最正统的神学院。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最近蛮有名的台大一个内生，有没有一个出去啊？台大的黄光博士啊，大家觉得他讲得很好。他的太太就是台南圣教会的那个，他的太太在台南圣教会当传道。他们台南圣教会不是他们台南圣教会有一个门徒自己训练人有立志要献身的人，他们就先封他为传道啊。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可以，就封他为牧师。所以内生人有好多，他台大演讲就出名了，好多机构邀请他去讲道，好多机构去邀请他，他讲一句话。他不要，我要台南神学院，我要去侍奉神。那我一边皇宫，因为他那几年那边是很缺乏皇宫部分的工程，他一边要回去帮忙。他爸爸也是牧师，所以他一边他要去做职业的皇宫业，那一边他可以去牧会，他是兼职的。在外交报很多是可以兼职的。我们所看到的是乃哥，如果各位有看到的 YouTube 非常有名的网红，他有设立过教会。但是他最主要是在 YouTube 他网红，然后之后我们有看到的一个吕荣生，他现在是那个台北灵粮堂的牧师，但相对的，他目前还是谁？全家福其实比如说我们全家不是有卖鞋子吗？他是那个电商部的主管。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科技人，我去找了好多，比如说穆德科技，我突然看到一下，哦，这个股票涨了好多700多了呢。我不晓得他赚了多少钱，但是他本身，他只要礼拜天一到，他的公司里面就是教会，他自己本身就当牧师，他就带这些会友讲，人越来越多，不得不再去，反正他工厂很大，他就扩厂，他很奇妙，他一扩厂，因为人很多，所以他不得不扩厂，扩厂以后，他的产能又增加，所以他一边教会增加，一边他的产量增加，所以他的业绩也好得不得了，但是他会友也好得不得了。那相对的，他的会友里面大部分也都是他的员工。他的员工里面，他认为不必跟他做什么管理，他只要这个员工有信仰，这个员工就是非常的好啊。还有一个人大家都非常有名，不 TV 的执行长叫做曾国生。其实以前我在离开台北的时候，我听他去讲道过好几次，他一直都在灵粮堂讲道，2个礼拜大概1次。曾国生，他人家跟他奉牧，他说我不要，你们叫我长老可以，但是不要叫我牧师。同时还有几个嘛，以林书旺的那个张启明，他们都是。你知道曾国生在台湾做什么事业吗？最有名的，你们有没有戴眼镜？眼镜里面最有名的是什么？蔡司眼镜，对不对？台湾总代理就是他。所以，都突然他那个魏替香有没有？长颈鹿美语有没有名？长颈鹿美语就是魏替香牧师，他是长颈鹿美语的牧师。那个士林灵粮堂不是现在那个夜市的士林灵粮堂，他本来有穿着士林灵粮堂，现在变成那个，他好像夏海那堂会在那个福林桥下。他们可以兼职，我一直讲说，我算兼职也好，专职也好，反正为的是传扬基督的道理。我在讲这个是什么？在开始我们要开始学习基督，要开始学习什么是天国，让我们终于要成为天国，要学习怎么去侍奉。所以相对的，今天我们念的圣经，因为刚才那个我们会要长老跟我们念的是台语，国语里面罗马书16章40节，他们跟我们讲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的啦，叫你们怎么样的，我劝你们什么？要躲开。他们是叫你说劝他辩论，信仰不是靠辩论啊，你一定要来信主啊，你不信耶稣啊，你会下地狱啊。你跟人这样讲的话，迄人讲我都要落地狱嘞！你甲我讲我无信耶稣，我会落地狱，我都要落地狱嘞！啊，你们基督教都是很偏僻，你们基督教说唯一你们是只信基督教好，其他我们都是排斥我们不排斥任何人，但是我们要告诉他，唯有耶稣基督是救恩。然后你跟他讲，他不相信，你行为表现给他看，你要活出那个基督的生命，他才会相信嘛。所以相对的要。因为这样的人，他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这样想讲说，我称呼主啊的人，不见得都能够进入神国。我终于体会到了，称呼主啊的人，不见得都能够进入神国，就是天国啦。马太福音讲天国，其他的其他福音书讲的是神的国。但相对的，为什么？我奉你的名传道啊，
我行异能啊，一变赶鬼行异能啊。主要说我不认识你哎，因为你只是为了个人。所以一个牧师跟牧师娘吵架吵得很凶的时候，牧师娘就大叫：“你呀，每次我看你站在讲台像天使，一下来我看你就像魔鬼。”我们自己本身要自己生命要去改变，所以相对的，不要用花言巧语去诱惑这些老实人的心。你们是不是老实人？是啦，你们就是老实人呐！你不要以为你多聪明啊，被骗的人都是高知识分子啊！你不要以为哦。越高知识分子，越企业家钱越多，被骗的越多呢。你相信不相信？这是我亲身体验的。奥盛集团是我办的，到现在已经查到3亿，我就把它结案了，因为我实在查不下去，3000亿了，不是3亿了，3000亿了。检察官起诉1亿了，我一直跟他补，一直跟他补，补到3000亿。但相对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为了我们的知识，认为说我们什么都懂，其实在主耶稣里面哦，我们是什么都不懂哎。所以为什么软弱会变刚强？所以说为什么要用的人是那一种恩赐虽赐给个人用软弱的人？因为这些人心单纯啊。所以当时设立大卫的时候，撒母耳就讲一句话：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耶和华看什么？内心呢？他不是看你哇，你学问多好，你官做的多大，你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哎，你赚再多的钱。感谢主，你赚很少的钱，感谢主，只要你衣食无忧。每一个人，所以你们的顺服，保罗先生说你们的顺服，说顺服主基督，这个已经在大家都知道，你们是很顺服主基督的。所以我为你们欢喜，因为我愿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你们你们是聪明的，知道这个是对的，可是恶的东西你们很笨，恶的你们不会去做，所以相对的。然后道之间告诉我们什么？山上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恶，故居于道。也就是说，可以像道一样，就最重要的道是主耶稣。所以说呢，就是我就是道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所以就是光啊，所以就是道啊。起初有道，道在人间呐。可是我们有接纳他吗？我不见得有接纳他。所以相对的，我们要知道，山山若水，山上是什么？至善至完美的。你能够像主耶稣一样这样完美吗？有的人请你举手，那举完手以后，请你不要再来礼拜堂了，因为你太完美了。如果你要找一间最完美的教会，我告诉你，中间教会绝对不是，因为只有我有在，就不会完美。我就是个恶人啊，我就是个罪人啊，只有我在就不会完美。我们中心教会需要的是每一个人，我们都说，哎，这个人有伪善啊，这个人很虚假，就请你来教会，你慢慢会把你的虚假磨掉。你说我们来中心教会的人，每一个人都没有虚假的人，怎么可能？站在讲台，这个人就会很虚假。我们是每一个人要承认我们是有弱点，但是我们要慢慢。我们要学耶稣，我们要像耶稣，我们要为着耶稣基督，我们也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每一个人活出基督的生命，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活出基督的生命。你遇到患难，你也是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因为主在磨练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山上，我们说万物是什么？利万物，为什么？水在古代很重要哎。春雨秋雨耶，那可以利万物哎。水在灌溉的时候不会想说啊，这是基督徒了，这块我下雨的时候下多一点啊，这一块地不是基督徒，我下少一点。我想上帝不公平，上帝照顾好人也照顾坏人，可是相对的有一天有审判你到底审判的时候站在神的面前，站在大宝座白色宝座大面前的时候，你是不是站立得稳呢？所以保罗先生一直在讲说，让基督在我身上显大，在我的身躯顶里面看到基督的香味啦。那看到你讲，哎呦，迄去教会哎呀，有影，迄去教会出来就是款面，迄基督徒都唔能去接触，看到基督徒吓得要死。那我们有罪啊，因为我们阻拦人家来信主啊，我们应该人家说不错呢，你看基督徒，我跟他去教会看看。圣灵自己在感动他所以我们去年到今年，其实我们会有增加的不多，
慕道友增加不多，我很希望慕道友越来越多。为什么？那个才是真正主耶稣最高兴的绵羊。主耶稣要的是绵羊，去寻找绵羊啊。所以相对的，主众之恶，水总是流向什么？流向需要的人。水往高处流还是低处流？低处嘛。所以为什么圣经从头到尾讲一句话：你们要自卑，你们要自卑，不是自卑感的自卑啦，要谦卑。你们要谦卑。谦卑的人才能够服侍人，谦卑的人才能够服侍人。你们觉得我怎么可能服侍你？我当总统呢，我怎么可能服侍你？你当总统不是人民的公仆吗？所以我都经常觉得很奇怪，总统是不是公仆？总统是不是公仆？是啊。有什么好骄傲？有什么好争的？公务员就是公仆，为什么叫公务员？他就是公仆啊，是为人民服务的。我薪水给你就是要让你为我服务，而不是薪水给你去能够带给这个仰慕永威。所以我也不否认啊，这个传出去也不太好听。我们监察委员里面的确有的，我实在看不下。这是有入选啊，那个真的是那个不是来当监委的，那是来收袖的。连看到人都很少看到人，办的案子是我尾数的一半而已。我谈了60件，他谈了1件，因为不敢得罪人。监委本来就得罪人的才叫监委嘛。你当法官不敢得罪人，国民党判有罪，民进党判无罪吗？那法官到你的面前还管你什么党？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所以相对的，我们要很知道的是，我们基督徒不争，所以这个不争不是认同你，而不是不跟你同流合污。我们要退出来，不跟你同流合污。所以善善若水是善善聪明，恶善愚拙。很美丽的一句话。我不晓得当时翻译和合本圣经的人怎么这么有学问。善善聪明，恶善愚拙。好美丽的一句话，要我翻译我翻译不出来。所以相对的，我们要知道善善至上是非常完美的。所以使徒亲口告诉这些幕僚，他出来传道，就是说，你看，他的耶稣啊，四处奔走，做什么事情？行善，医治，医好那些被魔鬼压制的人。其实古代的观念里面，生病就是有犯罪，有魔鬼压制。所以我们所看到的约翰福音里面，他有7个神迹，他做的神迹是什么？在加大的宴席，是不是做好事？宴席里面喝酒喝到最后没有好酒，那是很被人家很诟病的。结果也是把水变成酒，变成非常好的酒。那么以前的宴席里面都是好的酒先出来，等家喝啊，忙啊，他现在铁瓜救出来。可是反正耶稣变的酒是最好的酒，耶稣医治那个加百农大臣的儿子，因为什么？他的信啊。那么我们看到毕士大池的池边的那个汤妈在旁边说：“我都没办法下去，因为听说吃搅动的时候跳下去的时候会好。可是每次吃搅动，大家都拼命跳，没有人把我扶下去。”毕士大池很有名啊，耶稣啊，本身这汤上的人啊，就叫他你不会下去的，那是你的褥子，就是体力坡啊，在你躺的地方你就起来走路了。他甚至瞎眼的人还叫他说吐一口痰在泥巴里面搅一搅，叫他去蒙眼睛。要你敢不敢摸？脏死了，脏死了，你要不要摸？摸都好了。就像那个乃曼将军啊，以利沙叫他去那个加利利在那边洗7次，乃曼的水都比这个溪水好，你叫我洗7次，脏死了。洗了7次好了啊。神总是用你想不到的方式来替你去做。他们所看到的5饼2鱼，这更不用讲，那是一个最伟大的神迹。但是前提是什么？又有人愿意奉献的，那个人是谁？是个小孩。你别说我很伟大，你有什么好伟大？你比那个小孩更不如小孩把他所有的奉献出来，你不要小看小孩，奉献5饼2鱼是他所有的全部，他妈妈带给他，而且我们一定可以看得到，这种5饼的饼一定是很小的饼，鱼也是很小的鱼。可在耶稣里面，你就是你的心嘛。寡妇的2文钱，也就是非常重大的宝贵。那么耶稣行走在水面的时候，彼得看到耶稣来，那个大风啊！他们都很害怕的时候，看到海边有一个来啊，那是耶稣。彼得看到，就意思我能不能一起行走啊？那我们所看到的故事怎么讲？
那彼得就下去说：“耶稣可以啊，来啊，来啊！”那就下去，哎，找得还不错，推了颗洞，哦，风那么大。世界上最简短的祷告是什么？主啊，救我！一句话。所以我们就祷告了老半天，彼得只有一句话：“主啊，救我！”耶稣就把他拉起来，跟他一起走上去。所以他在7个讲道里面，他一直生在下面的人，这个刚才有看到，而且最大的事情是什么？拉撒路耶稣故意耽误了2天呢。哎呦，耶稣啊，你早一点来，他就不会死，你怎么现在才来？如果耶稣早一点去的话，他就是还没死掉，耶稣把他救起来是应该的嘛。他等到他已经把他弄在坟墓，才从拉撒路出来，见证神。所以相对的利万物，水利万物不兴啊。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我愿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什么？这字知道不知道？甲骨文叫做善，美善的善。善是什么？上面一只羊，下面2个圆，一直这样，下面2个圆，这是善。善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一定要有一只羊。那时候为什么会穿到善呢？为什么会知道是羊呢？我们都觉得很奇怪。耶稣基督就说：“我就是羊啊，你们是羊啊，我是好牧人呢。而且我是羊，羊被牵在受宰之地，我为你们受死啊，我也不开口。相对的，我们知道我们如羊走迷路个人偏行己路，包括我哈，我不会跟你们讲，牧师跟你们讲，你们要悔改啊，牧师不必悔改哦，牧师也要悔改呢。所以我从来不会讲说，蔡崇义跟你们讲，你们要悔改，你们都是罪人。我告诉我就是罪人，你们都像天使。所以每一个人所以他被交在受害的时候，耶稣做一件事情，他不开口，他不回嘴。因为我发觉到台湾，我们本来讲一句话，就是真理越辩越明，是不是？听过这句话没有？真理越辩越明，听过没有？你觉得是真的吗？如果在台湾这就绝对不适用。不要说台湾，全世界都不适用了。真理怎么会越辩越明？越辩越明就没有政党的啦。越辩什么？你讲东，他讲西，2个人永远没有交集呀。你觉得这个是对的，他觉得这个是错的，永远没有交集呀。所以为什么有政党？因为就本来就不同的意见嘛。不要说在政党，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一样。中正教会还好，很多教会还分派。台湾神学院有分2派嘛，对不对？不要讲太多，这个好像在批评人家不好。如果台湾神学院那更可怕。但相对的，所以那个叫做人。我们为什么要信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基督来改变我们。那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一派，不像保罗先生所讲的，有的属于基法，有的属于阿波罗，有的属于基法，有的属于我保罗，有的属于基督。不要忘记，我栽种阿波罗浇灌，谁让他长大？上帝让他长大的，不是我们多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好牧人。耶稣说是好牧人，我们要以爱心待人像基督耶稣爱我们一样这基督耶稣不是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己干什么？他在被钉十字架流宝血，他是有罪的人吗？在法利赛人眼中，他当然是有罪的人。可是他真的是没有罪的人无辜的人连那个被钉十字架的另外一个盗贼都看得出说他无罪啊！你怎么一直讲他？怎么还笑他？他如果是神的话，请他就从基督十字架跳下来。他是无罪的人耶稣啊！如果你国在临的时候，请容我跟你在一起。你今日会跟我同在乐园。其实我有时候想一想，也蛮羡慕那个强盗他作恶一辈子，到最后被定的死前那一刻，他悔改信主了，得救了。所以有时候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下面你们很多人就这人的想讲，安尼唔免来信主，但特别死去特别死去，当然你要谁来信主，安尼就得救，会不会得救？真的会得救问题是你有把握说你快死的时候你会信主吗？搞不好我不在诅咒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死是好的无比人什么时候不知道呢？所以讲那台语一句话叫做观察第七赛，死人不是第老人
棺材内不见得是老人呢，是死人才在棺材里面。所以我们相对的是什么？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是挽回祭，也是一次的赎罪，是永远赎罪啊！你们要珍惜呀、啊！所以我们的如羊迷路啊！所以耶稣是接受水的洗礼开始传教。然后施洗约翰说：“我不配跟你施洗。”耶稣讲什么话？我应该行诸般的义，所以我还是要做这种事情啊！所以水利万物要通过摧毁罪，带给人新的恩典。所以我们晓得耶稣至甘谦卑，他愿屈就。所以，比如说4章5章7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应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为什么？他本有神的样式，他就是神呢，他就是神的款式，他就是神呢。可是他自愿为人呢。”像人的样式，自愿屈卑、自卑、屈己、虚己，谦卑自己，跟你本身屈低呢，打一个屈低啊，虚己屈低啊，加做人的样相呢，就是成为人呢。成为人会怎么样？会不会挨饿？会不会痛苦？会不会受苦？什么人受的苦他都有。你觉得耶稣在被鞭打的时候，他如果是神的，管你打我，我一点都不会痛。没有，他用人的样式被打的，皮开肉绽，整个鲜血淋漓，痛苦的不得了。因为他要做人的样子，所以相对的，我们看到什么？降生为人的基督，你不觉得是这样从天上从水这样流下来吗？洗净我们所有人的罪呀！所以说上善若水，所以我们学习基督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耶稣法利赛人这么迫害他，他讲最严重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们就像粉饰的坟墓，棺材装的都是死人骨头，这已经是最严重的话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呢。最后一个，我们要像水一样自觉，然后自己要谦卑。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恶，故居一道。为什么？他在众人恶之中，主耶稣传道不是只有传给那些达官显要那一些觉得自己非常好的人。主耶稣传道之后走到哪边去？乡下，罪人中间呢，妓女呢，恶人呢，税吏翻皮匠都在那些大家觉得说这些人都不好的人，主耶稣是跟那些人在传道。所以说传道不是选目标，我一定对这些企业家传道。所以我在想说，但是101现在教会已经搬到4楼来了。那我本来想去找黄国的牧师，也没有那时间我去找黄国的牧师讲说，那干脆101我来好了。我还是认识很多企业家。可是说真的，我是很爱你们，我还是很喜欢这里。明先是个企业家，但是我觉得明先在我的眼中跟你们都一样。明先你不要难过啊，在明先你在我的眼中跟全部的人都一样，都是神所创造最好的。我是企业家，我赚很多钱，可是他有侍奉的心，尤其李长老娘我就很钦佩他。你们这些高丢了啦，腰丢了啦，脚跟丢了，人家高鼻丢了，人家你们这些前辈们都是我们觉得熟悉的榜样，信仰的前辈。我们真的是要知道，要非常的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本有神的形象，他是虚己，所以相对的他是受洗，因为水的极限让他可以出来传道，他因为他是弥赛亚，他要为他的死做预备的。所以我们最后看到的，最后问各位，因为时间关系，讲到一个是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各位都知道，他的妈妈是莫妮卡，为他祷告几年？30年。他的先生也没有信基督，所以他为他先祷告什么？他先生死前一刻才信主。他为他的儿子，他的儿子非常的聪明，非常有名的大学教授，可是欢迎无度，他就为他祷告30年。祷告有一天，他就觉得很无聊，圣经一打开就看到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啊，好像现在等等的，跪下来，主啊，我错了。他就做了一个很有名的什么忏悔录。他讲忏悔录是什么？凡是罪垢之处，都是神所犯的，都是自己所犯的。凡是美好之处，都是神的恩典。你不要觉得自己多伟大。我最后结论来讲，没有一个人是伟大，
所以问各位一个问题：当传播遇到教师怎么办？那传播遇到教师怎么办？来，我们要第一个，他传在线中遇到教师什么？弃传，赶快逃生嘛，保持生命嘛。第二个是什么？派人下去把那个教师消掉，有没有？消掉。第三个是什么？硬撞过去呀，啪！他不要忘记，你撞过去之后，前面还有教师啊。那所以基督徒遇到苦难怎么办呢？基督徒会不会遇到苦难？没有遇到苦难，请举手。没有遇到苦难的，请举手。会遇到苦难，遇到苦难怎么办？去逃避嘛，对不对？苦难啊，我不信了，什么信耶稣就遇到苦难，这信耶稣不好，不要信不要信。那遇到苦难怎么办？我就改变信仰啊。遇到信耶稣没有用，那就干脆拜观世音菩萨、拜佛祖、拜什么哇，拜众神。那遇到或者说什么硬撑啊，反正是硬撑啦。神你不理我的话，我还是硬撑过去。所以遇到教师的时候，我看到凤珠姐就会讲啊，有没有？怎么样？你这遇到教师的时候，你应该把这些很重的货物就卸下来，把重量卸下来，让船只可以浮上来。船只浮上来之后，你在行走里面，下面的水很多了。那行上来，离教师有一段距离，你再煎过去，纵然遇到教师也不会碰到了嘛。所以基督徒也一样啊，基督徒如果碰到教师什么，学习基督啊，注入活水啊，让我生命有活水啊，让我生命做改变。那个有教师，有遇到人家批判，有遇到困难，反正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活水，我们就可以安然度过，快乐的度过，将一切荣耀归于神。最后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打造中兴，成为神的教会，成为基督的教会。让我们来打造中兴教会，是神的国在中兴教会。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中兴教会成为神你最喜欢的，就神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中兴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神所造的，神所造美好的创造。让我们在这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宝贝，而且是神贵重的器皿，我们都合乎主所用。我们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是咱起立，咱来吟学老的诗551首，第1、第20。好，请坐。这是咱备办心来奉献。
请起立吼，来吟奉献的诗。上尾咱来上映397首，吟了，请蔡长老为咱祝祷。向花高丽，就是你平安。因为每一个活着是基督，死就有益处。让每一个跟基督同定十字架，因为你们应当义无过路，凡是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将你所需要的跟神祈求，就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对着主要所给的稳定，特别上帝听堂。圣神的相通，甲恁三甲同在，对这时得到永世的母亲，阿门。好，请坐。报告吼，咱第一，咱就欢迎姚长老吼，按美国转来处理。好。今日吼，下小组聚会完以后吼，有长执会，请长执留步。过来就是今天的小组分享是按《列王纪》上3章到8章吼。我想讲，请叶长老来分享一下那个《列王纪》。
所以神说他就赐给他智慧，还有什么？还有富足，还有他什么？还有长寿，尊荣长寿。有没有得到这些？有了。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他离弃了神。我们读到11章的时候就知道，所罗门离弃了神。为什么会离弃神呢？因为所罗门娶了太多的妻子了，妃700啊，嫔300啊，总共1000个人。总共1000个人所以引进所有外邦的那些神进来。那所以他做了这个，他做了跟神祈求，做了这个梦以后，我们知道圣经怎么写？他醒来，原来是一场梦。圣经这样写的，他说他醒来的时候，原来他所祈求的是一场梦，因为到最后的时候没有错，真的是一场梦。后来他有写那个箴言啊，写了传道书，才会一直讲说虚空的虚空啊。他当王当那么久结果都是虚空，为什么？因为他离弃神，唯有敬畏神。你离弃神的时候，全部都是虚空。那我们接着讲那列王记里面所记载，后来罗伯安我们知道所罗门传给罗伯安的时候，为什么会传给罗伯安？因为罗伯安是他还没有当王以前就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他娶了埃及公主所以埃及公主生了没有当王的时候，埃及他造那个圣殿，我们读到第8章的时候，造那个圣殿，我们知道圣殿全部都用金子全部都用金子铺起来。结果呢，因为所罗门当王以后没有传给埃及的公主所生的，所以传给罗伯安的时候，埃及王法老王就来把那个圣殿里面所有的金子全部抢光光，连那个盾牌用金的打的都抢光了。抢光了以后，那个罗伯安用什么来打？用铜在打那些盾牌我们就知道那个是什么？那个很明显的就是你离弃神的时候所受到的就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用人的眼光来看，就是7章什么？你看他娶了那么多妻子要不要盖房子给他？盖圣殿7年了，盖那一些他自己的王宫给那些妻子住，总共几年？13年。盖20年了，你知道他为了盖圣殿还有王宫，派多少人出去呢？做苦工的1万人到黎巴嫩那边去，然后呢打石头3万还有裁石头那边7万人，这些人都是在做苦工有没有拿薪水？没有了，没有拿薪水。去那边1年，回来是2年，这样总共20年的时间。所以罗伯安一上来的时候，他们就跟他讲说，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劳役少一点，不要做那么多苦工？罗伯安说，按照年轻人的回答说，我父亲给你的如果10公斤我给你100公斤。结果怎么样？结果那个亚罗伯安就造反了，就分成南北2国了。我们知道这是按照人的看法，但是按照神的看法，我们知道其实从哪里开始呢？从大卫王去娶了别是巴，所以神跟他讲怎么样？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所以他们的家永远没有离开刀剑。所以所罗门一上来的时候，我们读到1到3章的时候，所罗门就把他的那一些跟他敌对还有他兄弟杀掉了。那你可以看出来，那个就是你离弃神的时候就是这样。利未记怎么讲？利未记说，当王的一定要抄一本生命记，每天练。里面就有怎么讲？说当王的不能有兵有马，不能娶太多的太太，只能娶1位。有这样写你读利未记就很清楚。但是呢，大卫王没有这样做，那个所罗门也没有这样做，所以整个国家就没有。那个其实我们知道以色列不大，以色列其实不大，比台湾还要小。但是为什么神让他可以后来有扩展到这样那么聪明？都是神给他们的智慧。所以犹太人到现在很聪明，赚了非常多的钱。但是我们知道那是旧约到新约的时候，最重要是什么？是永生刚刚蔡长讲的那个，就是在基督里面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然后彼此相爱，在地上如同天上的生活这样，那个才是重点。那个旧约是什么？是新约的影子旧约只是这样，旧约让我们知道说，确实有一位神，确实有一位神。
所以他说你不相信吗？你不相信，你看以色列，以色列就是我的见证人，这个圣经这样写的，那没有错。那我们通过那个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看出来那个神是掌握历史的一位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从神那边来的。我有信的时候就可以得救了。那我们如果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刚刚有人这样讲说为什么不到快死了那一刻才来信？没有了，你越早信的时候，越能早享受在地上如同天上的生活。你越早信的时候，越能够享受到这样。因为我们都会遇到苦难嘛，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会背着我们同行这个是我们读那个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引以为戒的。因为常常我们知道列王记里面有讲一个所罗门王，然后后面有犹太王，一直到西底家嘛。西底家最后一个王就是西底家，西底家国语台语讲西底家。其实他就后来就眼睛被挖掉，被带到巴比伦去了，就死在巴比伦。这个其实时间不长啊，时间不长，从西元前900多年，北国的时候到西元前722年，那个南国的时候到500多年，586年，其实那个时间不长，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朝代的更替那个王位尤其北朝的时候，王位的更替其实都是用谋杀的，就是把他杀掉。那里面记载的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还有2个先知，以利亚跟以利沙。我们看到所罗门这样，所罗门非常有智慧，但是后来他离弃了神以后，整个国家就完蛋了。那我们看以利沙，他非常刚强还是跟在那个加密山里面跟那个巴力的先知500人在那边斗。但是后来那个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他一直跑到西奈山去。我们知道有刚强跟软弱的，每一个人在世上其实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看到以利沙一样，以利沙我们知道读列王记的时候，他不但去高抹那个南国北国的王他还跑到亚兰去去告哈谢为王。去告哈谢为王，那么很奇怪，一个以色列的先知跑到亚兰加勒底那个国家去告那个哈谢为王。那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个神的预备，还有神的那个预言在那个里面。那么读了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让我们警惕一个国家是这样人也是这样都一样。我们读了这样的时候，我们也为我们台湾来祷告，因为当一个小小的国家分为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的时候，那整个国家很快就灭亡。所以一定要团结在基督里面，尤其在基督里面。我们希望说，哪一个国家基督徒最多，哪一个国家就受到神的祝福。我一直讲说中国大陆我一直批评他，但是中国大陆礼拜天在礼拜的现在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的。所以他有没有受到神的祝福？有其实有受到神的祝福。当德国那个时候进入最多的时候，德国非常兴旺，奥地利最先，德国、英国，现在后来的美国，那个比例非常高的时候，就受到神非常大的祝福。这是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引以为戒的我就也有一些题外话，顺便讲一下，谢谢。多谢。想要咱肢体交通有弟兄姐妹有一些那个，就是我们代祷的，我们请蔡长老。以后我们的代祷，以后可能会放在我们的礼拜的程序里面，代祷很重要。但是我们很难得来到教会，你能不能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代祷之前，我们现在一边帮我们弹琴，一边我们用2分钟的时间为自己、为你的家人祷告。
圣殿里面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人祷告。我们现在，请你们闭上你们眼睛，为你们自己、为你的家人祷告，一一的列名，一一的指明，将你所求所想的跟主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最后所去的保守你的心，你的脸袍。请你把握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亲近神的时候，跟神恳求。主说：“劳苦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必让他得到安息。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赢过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活着像基督，是就有益处，因为我们跟基督同定十架。每个人行事为人，都是像基督。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神给我们的宝贝。你的夫妻、你的父母、你的子女，都是神所赐的。我们为他们热烈的祷告，让他们在神的恩典之下，都能够生活在地上的天国，每个人都能够享受主的爱。我们接着为了彩云姐，她目前还在马偕医院。我们为了我们的敬爱的林牧师娘，她的手术，希望她的脚不要那么痛。我们为了永红弟兄目前的肾，目前他的身体的状况，为他特别祷告。为了波溜姐，他上次有来做礼拜，为他祷告。为了宋桂英姐妹，为了欧孙淑燕，就是欧妈妈那个来祷告。应该是欧长老的妈妈，不是欧老妈妈好了为了那个今天我们看到许志清长老来为我们的那个专青生弟兄，为了我们的饶春梅姐妹，为了王静静、潘慧珠、柯秀姐妹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不舍我们的彩英姐。她的血糖非常高，有时候降下来，有时候又立刻上去。求主你照顾她，因为我们长期来迫切的为她在祷告，求你怜悯赐福，让她早一天康复，血糖恢复正常，能够来每个礼拜看到她，是我们最大的福气。我们为了我们敬爱的林牧师娘来祷告，求你照顾她的脚，靠着主一定得胜。让他脚完全的康愈，让主永远的照顾他。我们为了永芳兄在你主面前的祷告，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是精神也很好。求主你照顾他，永远有健康的身体，让他的肾完全得到医治，让他的身体永远的健康。求你照顾保留姐，她受病痛的折磨。求你照顾宋慧英姐妹。照顾我们敬爱的欧老妈妈，照顾专青生兄，照顾尤其希望专弟兄们喜欢吃饭，让他吃饭的时候真的是高兴吃饭，高兴的在主你的面前得到主你的照顾。姚淑美姐妹、王静静、潘桂珠、柯秀月，主还有我们没有念到名字的主，你知道他们的痛苦。他们身心灵受创的时候，主求你的手抚摸着他们，因为我们相信靠着主的祷告，一人祷告祈祷的力量是大的。我们在你的圣殿跟你们祈求，只要合乎主你旨意的，主你必成全。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怜悯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求主你照顾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上尾咱请圣歌队为咱唱祝福的歌。万上帝祝福你，